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各位的朋友平安。这时，无论你现在伫什么所在，伫真远的还是伫真近的，当你开你的电脑还是手机，你有法通伫网顶啊来收到咱今仔日的聚会的情形，甲这个讲道英文咱教会英文的讲道由陈启明牧师来主讲，那闽南话甲普通话是由我来负责来讲。所以虽然这个病困互咱逐个人暂时分散，但是我相信，伫主耶稣内面，咱是组织做一个，有主甲咱同在，有圣灵的感动。所以今仔日伫这个崇拜会当中，要用上帝话来彼此来勉励。咱逐个人拢知影，伫现今这个世界，拢处伫这个不确定性的时代。现在外面看起来这就真黑暗，逐个人心中感觉前途真渺茫，唔知影要去倒落。但伫这个黑暗当中咱徛伫黑暗的时阵，如果有人用一盏灯甲咱照头前的路，有人甲咱带路，咱就感觉到安心咱要去的路，就知影要行到这条路互咱生命这个盼望。光对咱逐个人拢非常的重要。诗篇119篇105节安尼讲，伊说：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顶的光。约翰福音8章12节，耶稣对众人讲：我是世界的光。那跟底我的就无行伫黑暗当中必要得到生命的光。光咱对逐个人拢非常的重要，无论你伫什么人，无论你伫什么所在，咱都需要这个光的照亮。咱拢知影，世间人活伫这个世上，都有会拄着各款的困难，各款的问题，都有一家过袂开的心结。当咱拄着困难问题的时阵，行头无路的时阵，找无着帮助咱的人，这个时心中就感觉真惊吓。真无平安对于前途是一片的黑暗，看无到光明唔知影何去何从，到什么所在去得到帮助。这个是心中真痛苦、真忧愁、真绝望。伫绝望当中，若有人找到耶稣，伊就得到盼望。我记得有一摆伫街路顶咧行的时阵，几落年前，伫街路顶行的时阵，拄着一个人，一个妇人人，伊甲我讲：无人你是伫某一间教会咧工作是无？我说迄间教会礼拜堂也有伫咧你知影无？有一日我拄着一项代志心内真痛苦绝望。
我就行到一座暗暝的时阵，行到一座大厦顶面啊。我本来伫遐要跳落去来结束我的生命，但是我远远的看到一块低低两层楼啊，下礼拜堂的顶面啊，厝顶吊着一个十字架，十字架发出蓝色的光。迄个时，我就戆呀，伊讲有一个声音甲我讲：你毋通做安尼。耶稣基督是你的盼望，耶稣为着你来死伫十字架，你相信我。迄个声音伫伊的耳孔向伊讲话，真受感动，伊就打消这个自杀的念头咯。这个代志无人知影，独独伊一摆仔伫过路咧，伊也捌看到我伫一间教会咧。伊讲我讲这项代志，是上下拯救了伊的生命。十字架，十字架上下等伫顶面呢，就是耶稣基督，替咱罪，替咱世间人的罪受刑罚，钉死伫十字架顶，埋葬了。3日搁复活，赢过了死亡，赢过了罪恶。凡是信靠耶稣的人，就得到盼望，得到永生，罪得到赦免。虽然咱现在伫痛苦忧伤当中，有了耶稣的光，耶稣讲：“我就是世界顶的光。”有了耶稣的光伫咱的心内，咱心内就无黑暗了，就要得到生命的光。各位，无论你一阵啊陷伫什么款的问题，较偌大的艰苦，来到耶稣面头前，伊就是光，是一盏要照亮咱头前的路的光。保罗安尼讲，伊极痛苦的时阵。伊说：“我真是苦啊！上啊有法人叫我脱离这个处死的身体呢？苦家己无办法啊，真痛苦啊！落尾伊讲感谢神啊，靠着迄个主耶稣基督，就有法人叫咱脱离了。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就是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要辛苦，我要对到迄个耶和华我的神的名。这就是伫绝望当中，伫黑暗当中，互咱一个鼓励。互咱一个光，今仔日，咱逐个人活伫这个黑暗绝望当中，伫困苦当中，家己想办法，要怎样来或者用各款的手段，来解决、来脱离目前的困境。但是有的人找唔到方法。有的人就是用各款的办法，努力，结果呢，亲像咱成语当中一句话：“用竹拿抢水一场空。”这个竹拿唔是密的，是碎开的。要怎样用迄个竹拿落去煎咧？要抢水起来呢，是无可能的。结果是一场空。真侪时阵，咱世间人就是安尼，无用啊一世人，最后一场空。有的人伫这个病困严重的时阵，丧失了生命；有的伫少年时代，有的中年时代，
有伫老年时代，伊一生的努力，对着生命的威胁的时阵，无办法，靠家己的力量无办法。所以今仔日啊，要借着诗篇20篇哈，要给咱来三甲鼓励来分享，彼此鼓励。20篇诗篇只有9节尔点，我用这个来读哈，用闽南话来读。伊讲。愿耶和华伫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愿伊对圣所救助你，对锡安坚固你，纪念你的一切贡献，悦纳你的犯罪，将你心所愿的赐予你。成就你的一切筹算，咱要因着你的救恩夸胜要靠阮的神来树立旌旗旌旗就是迄个旗帜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现在你就知影，耶和华救护伊的受膏者，的确要将伊的圣天顶应允伊，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伊。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阮要提高耶和华阮的神的名，因拢屈身跋倒，阮却起来立得正直，求耶和华施行拯救。阮呼求的时节，愿主愿王应允阮。这就是诗篇第20篇内面所讲的。这个诗篇20篇是讲到大卫要出征以前的一个祈祷，就是出去拍战伊或者是伊的百姓来为王来祈祷这篇诗篇来帮助咱伫困难当中。伫患难的时阵，靠着上帝的带领带力来战胜咱目前的危机甲困难。本诗篇呢，也可以真做基督徒伫这个属灵征战的时阵，一款的祈祷，伫绝望当中来倚靠耶和华上帝，互咱心中有信心。增加，互咱一个鼓励盼望兄弟姊妹人来学习圣经当中所讲的。头一点呢，咱来看第7节所讲的：有人靠车，有人靠马。圣经内面讲的这个有人到底是啥人到底是什么人这个人有人这个人靠车，所以人就是以色列人的敌人，是无倚靠上帝的一个人，无信奉上帝的一个人，因用家己的方法，用错误的观念，用这个邪恶的计底，来恶毒的方法来达到伊本人的目的。伫属灵顶面，用安尼讲，这人就是属灵的敌人。那么当时咱拢知影以色列人是一个小国伊四周围有真侪敌人
在敌人啊，为小国家哈，较做是小国家在人啊，亲像在非利士人咯、阿兰人咯、亚门人咯、在摩押人咯，有一家在人有诶有其他诶在人经常呢联合做一个有真强大的军事力量来打压以色列百姓、以色列国，托以色列百姓造成真大这个生命的威胁，甚至连国家存亡的危险所以因真惊吓，特别对在外邦人真小心那么圣经内面一则有人靠车，有人靠马，这个车甲马是什么意思当然这个车不是现在的汽车咯乃是当时拍战的时阵战车的意思。那古早时咧拍战的时阵，因为主要的兵器除了刀剑矛枪不是现在迄款的枪是在军事力量，就是战车、战马在。那么这个车呢，就是指战车的意思，就是一只马头前后面是这个车刀，这个车刀车顶面是有的是有张棚，有迄个挂的，有的是空的咱像中国古早也是这款的情形这个车内面有3个人，一个是咧开车的这个车夫车夫，一个是甲盾的，迄个盾是锋利的敌人的刀剑这是夹刀，还是夹矛的，还是这夹兵器的人因3个伫这个车顶有一只马咧拖，这个轮的边头呢，有时会阁摕真赖的刀剑所以这辆车咧冲锋陷阵的时阵在上村在战车，这若是冲去敌人的个阵营内面在军队内面伊的杀伤力是非常的大，可能这一冲过去有真多人就是死亡了。那么这个马呢？马就是战车过了后，马兵一个去，他用伊的刀剑矛各款的兵器来砍杀伊的敌人所以有真多敌人就死伫因的刀剑内面这是一个真大真重要古早时的一个兵器但是呢，咱你看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战争史旧约咧拍战的时阵真多时阵在敌人用战车、战马因却无赢，拢死伫以色列人的手中拍败战为什么原因呢？因检是有真好的兵器，有战车、战马嘛，有几个例，咱就可能看出来。譬如头一个例是这个撒母耳记上13章第5节，要叫以色列人拍战。迄个时阵这敌人是啥就是非利士人，因的兵力偌大偌济圣经讲讲伊的战车有3万吨，伊的马兵有6000步兵是真多圣经形容说，亲像海边的沙，遮多哇！在几万吨在兵马军队出战的时阵咱有法通想象到，出征的时阵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因所经过这个路程
拢是土粉啊，遮天啊，飘起来，或土粉飘起来，遮天啊，迄个雷声，迄个马车的声音啊，马咧走的声音，人的发声，亲像雷咧弹啊，真可怕啊，真可怕。那么，咱来看以色列，以色列的军队是怎样的呢？以色列的领袖就是扫罗王甲伊的囝约拿单，伊的兵力偌济啊？伫撒母耳记上13章就搭讲到，以色列的军队啊，只有3000的步兵。其余的拢是普通的百姓，因的兵器是啥物啊？圣经讲啊，因的兵器啊，只有2支正式的刀，就是扫罗王有1支刀这个因家约拿单也1支刀，其余的百姓，圣经讲说无人有角刀啊，无刀伫因的手内，因的兵器到底是啥物啊？就是用龙骨啊、雷残啊、正残的用的怀雷咯钱啊咯甲三叉迄个咧晓草的迄个叫斧头咯，真是做真简单的兵器啊。但是还有一项真重要的，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战胜在战车、战马到遮多的军队呢？这项真重要的，圣经怎样讲啊？伊说有的人别人是靠车，有人是靠马，但是阮要提高阮耶和华阮的神的名。所以这个就是突然看起伊的差别伫什么所在啊？因是用信心倚靠耶和华所以圣经安尼讲，耶和华为咱施点能力因为信心里讲因为耶和华互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所以这当突然看出这个战争重要的一项武器是什么啊？信心的武器，信心的武器。因为耶和华互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咱来看伊的战果，伊战争的结果是什么啊？第16节安尼讲，伊说非利士人军兵失散了用四周围乱走咯乱窜咯并且自相击杀家己的兵杀家己的人。伫即款的情形下面哪会袂输最后讲说，迄一日耶和华互以色列人得胜了，也还有真侪跩咧。拍战的咧，另外一个，咱拢知影基甸，用300个战士来拍赢敌人，算万人的敌人。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大卫王叫敌人战争的时阵，伊也无跩战车叫马兵。伊就是一个步兵尔定，最后这个战争了后大卫王拍败这个1700个步兵2万个并且将因的战车甲伊毁坏，甲伊烧，并且将因的马的脚甲伊斩断
圣经讲说斩断因的腿棍啊，就是迄个骹迄个棍啊，哈，一共杀害敌人呢22000人。那讲到跩啊，会用真侪时间，因为战果啊，因为得胜啊，毋是在乎人多，还是人少，还是对上帝有一款的信心。那么，过来一点，就是在敌人苦车、甲苦马真强大的军力，为什么原因？有什么原因因会失败呢？真大的、真多的军队，真先进的兵器，结果呢，拍输，什么原因？当咱读出来圣经来研究，一项来分析的时阵，咱有可能看出，在敌军啊，在外邦人的军队啊，有几点值得咱来思想。头一项呢，就是用大武器伫毋对的所在用大武器。用错了地方跟武器，咱知影以色列的地形啊，是刀山刀石的山地，起落的山以色列无真悬的山尤其是丘陵地带，小山，但是真侪石头。这个战车伫在真侪石头的在崎岖不平的路顶，都真艰苦发挥了因的这个战车的迄个功效。因为这个战车伫迄个石头内面有去越咧，有时无法通爬起去。迄个马兵也是同款啊，无法通发挥了最得好的作用。这是用大了兵器伫这个对的所在啊。第二点就是外邦人是用种来用刀索来敌对石索用真多的军力来对付以色列少数的军队，真像是几6万人对付几百人，得罪几千人尔。结果呢是什么啊？因为伊靠着的是在战车战马，靠着的是真多的军队。结果呢，就伫因的心中啦，产生一个轻敌的现象。轻敌是军家最第一糟糕的一项代志看不起以色列人真少，结果呢，情形咱就知影，轻敌必败。第三项就是因无同心，家己拍家己的人，因为在就是无同的国家联合做一个，个人想家己的利益，有一个私心个人无信任伊的友军无信任因此呢，当伫咧拍战的时阵，因的目的是要得到对方对着敌人的战利品要带到去因家己的国家，所以因无同心彼此攻击家己的人，因此因是输定了过来呢，因在敌军在敌人军队是骄傲的心，苦车苦马，伊认为说必定会胜利，结果这个骄傲也是兵家最第一忌讳的一项代志，最第一可怕的一项代志，就是
骄兵必败，骄兵必败，骄傲的军心啊，就是轻敌，轻敌就会必败。第五呢，就是因瓦口的是一家假神啊，假神是什么啊？当时敬拜用这个石头咯，还是茶咯，还是树木咯，来当作因的神，并且因的敬拜是做道德非常败坏，男女不分啊，这个性乱哈，有时将这个囡仔给你杀害来做祭物，哦，所以道德的败坏，心怀不羁不轨。并且来陷害其他的人，所以因是必败。但是咱反观反倒转来看，这以色列的百姓，因得胜的最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啊？圣经讲，是有人苦吃，有人苦买，但是阮是属神的家，阮。要啊！伊用这个坚定的心啊，阮要提高耶和华阮的神的名。这个提高阮的神的这个提高，英文的翻译 remember， 汉文的提到，我们要提到我们耶和华我们的神。remember 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想到。回忆到的意思，当因伫苦难当中的时阵，一摆搁再一摆的苦难的时阵，神拢真做因的帮衬。伊就想到当时因伫埃及做奴才的时阵，上帝叫因脱离了做奴才的捆绑啊，水后有对兵，水有这个红海。但是上帝伫极互因伫极艰难的时阵、极危险的时阵，上帝帮助因脱离这危险。抑个伫曠野内面，一摆搁再一摆拄着敌人，一摆搁再一摆会拄着这困难，因拢仰望上帝来得胜。所以啊，因是想到啊，伫困难的时阵、危难的时阵，因想到神，阮的神，伊讲。想到阮的神，神是因的，是因的财产。另外一个英文哦，叫做 trust。我们 trust 就是信靠、倚靠的意思。在困难当中，要倚靠上帝。另外一个所在啊，的翻译叫做 boast。boast 的意思哦，就是夸耀。荣耀、夸耀，将神假做因的骄傲，因为所仰望的这位信靠的这位真神啊，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啊，是毫无变有的这位真神啊！我来倚靠伊的人，倚靠上帝的带领带领，倚靠伊的慈爱、伊的信实、伊的公义、伊的饶恕、伊的怜悯，伊。明白这位耶和华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时阵啊，因心中的盼望，因心内的力量，因的信心就加添了。但是，咱信主的人是不是安尼？在困难的当中，用家己的方法？无仰望神，用家己的小聪明，无用无正当的方法来达到目的呢？世间人啊，第四点，世间人是苦吃苦买，苦吃苦买。现在这个世界非常的动乱，彼此来敌对，伫黑暗、伫多灾多难的时节，
咱会用的方法，无叫世间人送，毋是用怀毋对的方法来家己得到利益，乃是要用对的方法来造就，来互世间人得到更较大的益处。靠车、靠马，用这个意思，车甲马本来是好的物件，车有法人运载物件，有法人载人，诚做真好的交通工具。车突然真利便，要出门真利便。马有法人种田，有法人犁田，有法人做真侪有当用的代志，也是会载物件。如果咱就将这个车、这个好，这个车、这个马，对的方法用去错误的所在呢？亲像有的人咧用车甲马用去做侵略别人、陷害别人，这就是毋对的代志。咱世间人有真侪真好的物件通利用，来诚做造福人群、造福世间人。亲像有诶有真好的头脑，有真好的科学技术，或者科技，有真好的科技，本来是好的，但是你若用这好的科技来用去大的方面，可能会造成真侪人会死亡。世界大战一摆两摆，杀死了偌侪人啊！用因手中的武器，因手中的科技来害死人。一粒原子弹，几十万人就是瞬间就丧失了。有人用大炮、飞机、战船、航母到处杀人、侵略有的人用这武器来保家卫国，这是保护家己，袂互敌人来侵略。有的人，咱知影，这个民主、自由、人权本来是好的物件，好好的利用，法能造就真侪人，互真侪人幸福。但是有的人来利用去毋对的所在，就诚做将这个民主、自由、人权，就诚做因手中的一款的武器，甲一款的手段来控制人，来陷害人，这是这个真大的罪恶啊！有的人靠车，有的人靠马，但是用伫错误的方法，用伫罪恶的当中。这个世界无需要真侪枪炮，无需要真侪武器。咱世界需要的是啥物啊？是圣经内面所讲的，咱需要的是爱心，较做爱心，较做是饶恕、原谅。咱需要的这个世界需要是公义，需要的是正直，需要的是用忍，需要的是关怀。咱需要这个世界无需要枪炮来陷害人。咱需要听心、原谅、饶恕、公义、正直、公义用忍、关怀等好的物件。总而言之，就是用一个爱你，用一个爱你。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13章是这爱的圣经一篇一章圣经节，伊伫第4节到第8节是安尼讲：
爱是恒久忍耐，又搁有温柔。爱是无怨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见笑的代志，无求家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毋计算人的恶，无欢喜不义，只欢喜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爱伫这个世界袂止煞的。咱人类啊，如果来学习圣经的话语啊，好好的思想，遵照神的旨意来行事为人啊，伫世间人好好的做人，我相信。真正这个世界真正的平安、和平、甲幸福，就临到这个世界了。咱拢盼望古代中国甲西方拢盼望有一个理想的世界。圣经预言有一款理想的世界，而且这款的理想的世界是这个预言将来的确要实现，记载伫。旧约小先知弥迦书第4章第3节的预言安尼讲我读互大家听。伊讲，伊是讲到基督，伊讲啥物呢？伊说伊的确要伫多国的民当中施行审判，伫远方强盛的国来断定是非。因要将刀拍真多犁头，就是犁田的迄个头将枪要拍真多镰刀，就是迄个刮稻、刮米、刮草的迄个镰刀这个国无搁再夹刀来攻击别个国家，因无搁再学习战术拍战的代志。这个是讲到将来有一日当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阵，这个要实现的，无搁再彼此攻击。将来咱伫世间所做的一下代志，国交国之间的一下暗中所做的代志，到一个上帝要来审判，到底这个对还是这个对，袂走袂闪呢？无法通隐藏的，伫上帝目睭当中伫伊的全能、全知、全在这位上帝目前无一项通隐藏的拢要得到上帝。咱的主耶稣公义的审判到迄个时阵无搁再拍来拍去咯，跩枪炮、飞机、战船无搁用咯，因为要将跩铁器要甲伊创做生产的物件、农业的物件，可能造福人类的物件无搁再夹到沙台，因无搁再学习。战争的代志咯，这是的确要临到咱世间的代志。所以上帝是咱真正的平安、甲幸福、甲将来的荣耀。所以伫主耶稣第二次要降临以前咱做上帝的儿女我伫遮来呼吁世界顶的基督徒。主耶稣甲咱讲：“恁是世界顶的光，恁是世界顶的盐。咱应该无论你伫倒落，伫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倒一个城市，咱应该着发挥这个光甲盐的功效甲作用。这是咱每一个基督徒应该着做。咱来恒心伫主的面头前祈祷，伫到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阵。耶稣基督要做王咱这个世界
就有盼望，就有真正的平安，有永远的荣耀，有永生，听候着咱。愿上帝祝福咱，咱三个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啊，多谢你接到今仔这段的经文，互阮知影，阮虽然伫这个世界中有偌济苦难、偌济问题重担，临到阮世间人，但是伫这些问题临到的时节，什么是阮的盼望？你用什么款的方法？上帝啊，你拍开阮的心，互阮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内。你甲阮讲，毋是靠着车，毋是靠着马，阮乃是要对到耶和华阮的神的名，来用信心来倚靠上帝，因为上帝是阮的力量，是阮的避难所，是阮的随时的帮衬。阮感谢你，上帝。阮知影即阵啊，这个世界偌侪人伫苦难当中，伫好侪病毒来捆绑了因的生命，有的心中无平安，非常的惊吓。求主你的话语伫因的心内，来回想到当时顶摆怎样，你怎样恩待因，你怎样伫因的生命当中来拯救伊。互因想到耶稣的救恩，互因想到神是因的力量，是因随时的帮助，加添因的信心，伫这个困难当中、灾难当中仰望神。阮每一个基督徒，伫这个世上，拢会拄着大大小小的问题，但是阮无惊，有主是阮的力量，是阮的避难所，是阮随时会帮衬的时节。阮就无惊吓，求上帝，你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来发挥盐甲光的作用，来荣耀你的生命，来听候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节，这个真正的平安、喜乐的荣耀，来临到阮这个世界，甲阮每一个属于神的行理的人。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